重磅消息插圖，以前我哋喺內地睇醫生最頭痛嘅就係香港病歷，內地係睇唔到喎，醫療券亦都用唔到喎，依家全部搞掂晒啦，北上睇症終於可以安心。香港特區政府醫務衛生署官宣，由上年嘅12月24號開始，醫健通 Apps 嘅跨境健康記錄功能唔再淨係長者專利，全港約630萬醫健通用戶，無論你係長者、照顧者定係普通市民，只要有醫健通戶口，通通都用到。呢個功能原本係為長者醫療券去鋪路嘅，但依家擴展之後，真係惠及到更多嘅香港人。講返之前，長者醫療券喺大灣區試點早就開始咗啦。合資格嘅長者喺內地指定嘅醫院就醫，可以用到香港嘅醫療券去睇醫生。但係最麻煩嘅就係醫生睇唔到你香港嘅病歷、檢查記錄同埋用藥嘅記錄，要長者自己記，逐樣講，記漏咗仲分分鐘影響醫生嘅診斷。對於長者嚟講真係好唔方便。依家呢個缺口終於補返上啦，只要打開醫健通嘅 App 申請調出過去3年嘅電子健康記錄，申請成功後你會收到一個專屬嘅 QR code 同埋碼，去到內地指定嘅醫院睇醫生，醫生一掃就可以安全合法地睇晒你過往嘅醫療記錄，醫療券照用，病歷又睇到，咁先至真正連貫嘅醫療服務啊嘛！依家喺珠海、中山好多指定嘅醫院都支援到呢個功能。珠海就有珠海市人民醫院、中山大學附屬第5醫院，中山就有中山市中醫院、陳星海中西結合醫院都可以支援到呢個服務。私隱方面，大家亦可以唔使擔心，政府諗得好周到。每次喺內地有人掃 QR code 打開你嘅健康記錄嘅時候，你都會即時收到短信或者 email， 有人睇你嘅記錄，你第一時間就知道，咁就唔怕私隱外泄嘅問題啦。就算長者唔太識用手機都冇所謂喎，屋企人可以透過醫健通照顧者功能幫你申請同管理健康記錄，就可以全程代辦啦。依家北上睇醫生就唔使講到口水歌都講唔到自己嘅病歷啦，醫療券加醫健通跨境記錄先至係真正為港人設嘅跨境醫療嘛。呢一步真係行得超正，北上養老睇醫生從此就冇煩惱啦。各位快啲去醫健通嘅 App 整返個 QR code啦！